像这样一只在一般的传统市场的话，好一点的斑鱼的话，大概都要700-800块了。要看季节，然后要看当天的捕获量，因为像这种斑鱼它都是野生的啊，这个叫野生捕获哦。好，赶快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斑鱼呢，我们要用很清蒸的方式啊，因为这么好的鱼啊，其实真的用清蒸最能吃出它的这个肉质的这个鲜甜哦，对，还有它的 Q 弹哦。就是因为它肉质特别鲜甜，所以我今天用了一个蛋白跟鲜奶做它一个基底，然后去衬托它。就是本来就是很淡的味道，两个互相加在一起，然后去把它鲜味把它引出来。哇，好漂亮！这是就是一般的这个菲力了哈。对。这种鱼肉的这种蒸的话呢，还有蛋白，我们待会儿就是一口下去呢，不要让吃的人突然。去被这个鱼刺对去梗到了哦，所以一定要非常的清楚它里面呢还有没有鱼刺，一定要把它挑出来。像这里我们通常就是这里都会有一些，都是用拔的，对，都是用拔的。我们可以这样子用指甲稍微拔一下就可以了，其实它不会粘得非常的紧。好，我们这样鱼刺就拔完了，接着我们来改这个鱼球。我们把它都改成像菲力一样，我们把它改片，一片一片的，我们等下蒸的时候也会比较漂亮。像这个鱼骨，我们等一下来熬高汤，对，等一下做它一个勾芡的一个芡汁。好，我们在这个鱼肉改好的时候，我们先把它加入一点姜酒。哲松，这个姜酒是用这个姜末，然后呢，还是用？我们这个就是姜切下来的边边，然后我们用果汁机打，然后它那个渣渣不要，然后再加一点米酒。哦。对，然后我们这边一点花雕酒，先给它带进来，让它入味。压一下它的味道，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的胡椒粉。OK， 所以观众朋友学起来没？就是我们切的这个边边角角的这个老姜呢，把它打成泥之后呢，跟米酒一起，好，然后稍微做一个过滤的动作，把渣渣滤掉，就是今天哲松带来的这个姜酒哦，非常的好用啊。好，接下来我们这些头尾我们就不要浪费，因为我们等一下蒸好的这个鱼上面我们要调一点味道，那我们就调一点味道，我们就去用它本身的鱼的一个高汤。好，我们就来煮这个鱼高汤，让它小火在旁边滚，不要浪费了。然后接着呢，我要来调这个蛋白跟鲜奶一个蛋液，有点像我们在蒸蛋白一样，蛋白鲜奶。我们这边有差不多4颗的蛋白，我事先已经先过滤过了。要先过滤过。对，然后接下来加入1:1的鲜奶。这个鲜奶最好是用全脂，会不会比较香啊？对，用全脂，我们今天也是用全脂的鲜奶。然后我们要来调一点味道，我们加一点点糖，有一点基本的味道就可以了。然后盐巴，盐巴可以帮助这个蛋白在蒸煮过程中凝固的一个效果，然后也增添一点咸味。然后接着我要加入这个是姜酒，好用的姜酒。对。有点像港式甜点叫姜汁撞奶，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胡椒粉少许。其实海鲜味道，你看我做这么多集以来，都是很简单的一个调味，让它这个本身食材的鲜甜度跟这个料理结合在一起，不去过度的烹调它。好，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盘子里面把这个蛋白的蛋液把它倒进来。好，那我们这个蒸笼呢，它已经沸腾的一个状态了。好，蒸的时候呢，蒸笼不要全部盖着，它温度太高，它就会变蜂巢，那个蛋蒸起来就不滑。然后我们要在蛋呢差不多快要有一点点6、7分熟的时候，我们才能把我们的鱼片放上去，这样的鱼片才不会沉下去。原来秘诀在这里啊，就是。我们在这边再加一点点姜汁跟酒提味。
我们鱼高汤滚了后，我们把这个上面的这些杂质把它捞掉。像我们这样蒸刚刚那个牛奶蛋白的话，大概会蒸多久？差不多5分钟就可以了，5到6分钟。那我这边有准备这个鸡高汤，等一下这个鱼高汤跟鸡高汤2个结合在一起，1比1的比例，这样子的味道才不会只有太单一。那如果说你在家里，你觉得这样子的工序，你可能觉得也很不方便做，不好掌握。其实你可以把这个下去烫，再铺在它上面。哦，对，像这样子，你可以把这个鱼肉放上去让它定烫，型了。让它定型也好，然后让这个鱼高汤也更有味道。哎，这个方法我喜欢。对，你看像这样，而且它这样子更没有失败率，对不对？它就不会碎了。对，用这样子的方式示范给大家看。好，稍微穿烫一下。而且你等一下上去的这个鱼肉，在这个蛋白上面会更干净。好不好？我们利用这个，好像煮火锅一样，好不好？嗯哼，把它稍微涮一下哦。涮一下。而且它卷曲的话，你要摆上去放立体的，好像也比较好放，不会软趴趴的。不会软趴趴的。而且我们可以缩短一下在我们蒸笼里面的时间，蒸笼的里面的时间。好，我们等一下差不多这个烫完后，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蛋白给它拿出来了。对，好，把蛋白拿出来。要小心这个是很烫，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鱼把它摆上来。鱼我们还是要按照它的切割的方式哦，比较宽的我们摆在上面，皮朝上，这样子才会漂亮。它的颜色才会有渐层哦，才会有渐层，才会好看。鱼肉都摆上来，好，我们再把它放回去蒸。蒸的时候一样哦，开火，然后一样要插一根筷子。我准备了一个芦笋做它的一个配菜，我们可以把芦笋这时候丢进来。我们不用再另起炉灶哦，对，去烫这个芦笋了，让它味道多一个蔬菜的一个味道在里面。好，芦笋稍微煮一下，我们把芦笋捞起来，放在这边，等一下放在它旁边备用。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汤汁把它直接倒过来过滤。鱼高汤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它上面我们这个芡汁，我们1比1的比例，我们加入了鸡高汤，还有鱼高汤各1瓢，芡汁不用太多哦。然后接下来把剩余的这个姜汁把它倒进来，让它上下都有这个姜的一个味道。接着我们来调味，我们简单的调一点点味道。我们加入了少许的盐巴，还有糖，然后白胡椒粉一点点就可以了。接着我们来加入这个花雕酒，我们把它煮滚。我们用一点太白粉来勾芡。薄薄的这个琉璃芡挂在这个鱼片上面，它也会亮亮的，然后让它更有味道。芡汁勾好芡后，我会在上面淋一点点这个葱油，这个是我们自己炼的一个葱油，用红葱头啊、鸡油去提炼的，它有一点点香气，你可以闻一下，非常的清香，好香哦！这个葱油要怎么做？可不可以也请哲宗呢，跟观众朋友呢分享一下？我们有红葱头，然后葱，那我们像我们买回来的葱的葱尾巴，跟这个姜头头尾尾，蒜头，那沙拉油，我们就先买，跟那个鸡饭都有那个它那个屁股那边挖出那个鸡油，先在锅中先煸一下后，煸一下后把这个沙拉油倒进去后，把这些辛香料全部放进来，转小火，慢慢的去搅拌它，搅拌它，然后到这个辛香料全部都已经炸了酥了。干了，把它捞起来后，如果你发现说锅中的油如果有点浊浊，就代表有点水分，那你就要再加热，让这个水分挥发，这样你的油放久才不会有油艾味，才会像这样清澈。对呀，然后有我刚刚看以为是普通的这个沙拉油嘞。对。
好，最后我们将这个勾好芡汁的这个姜汁哦，我们要高汤，我们把它挂一点在上面，整道菜就变得油油亮亮，然后非常的漂亮。哇，不是漂亮而已，因为斑鱼本身它的这个鲜甜，它的那个 Q 弹哦是众所周知的哦，再加上这个绿油油的这个芦笋呐，哦，还有那底下那个像布丁这样端一端一端的这个牛奶跟蛋的这个像蒸蛋的做法哦，我相信呢，观众朋友一定会很喜欢今天呢哲松带来的这2道料理哦。那不喜欢这个油烟很多，喜欢呢就是说这个清淡口味的，我们就选择今天的这道斑鱼的做法。